弟兄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0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1篇，列王记下卷第5章15节到19节。使徒行传26章24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平安。真久以前有一首诗歌天韵诗班的圣诞节诗歌，叫做平安眠有真平安啦平安夜里真平安。一个真轻松、真水的诗歌，旋律中间唱出平安眠的福音。平安眠里真平安，上帝差遣耶稣基督，成做世间的救主，赏赐平安予世间人。就好，亲像诗歌迄个歌词所讲的，平安眠真平安，世世的耶稣来世间主所赏赐的平安，是赏赐予所有相信并且接受的人。就算是外邦的乃縵将军，当伊愿意相信并且接受的时阵呢，属天的真平安就赏赐予伊啊。列王记下卷第5章15节到19节，记载着乃縵的改变甲伊的决志啦伊甲所有的对伊的人，转来伫上帝重用的人遐，徛伫伊的面前讲：当我知全世界以色列以外无有上帝，现在请你收你的仆人的礼物。123讲：我知我所服侍永远的上帝手纸我无收。乃縵一再请伊收，伊拢毋肯。乃縵讲：你若无接受，请你将两只梨仔下当再涂互你的仆人。对现在开始，你的仆人无搁对别个神明献烧化祭，还是别款的祭，只有献予上主。毋过有一项事，愿上主赦免你的仆人，就是伫我的主人入门的庙拜拜的时阵，我着对咧侍候，因为我嘛着伫入门庙来拜拜。愿主伫这项代志赦免你的仆人。123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去。123听了乃縵将军的告白了后，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转去，因为伊既然接受着救恩，就必定有主的平安永远来同在。保罗对领受着主的救恩呼召以后，也就表明着伊家己的呼召，就是成做外邦的使徒的这份。也因此，伊非常积极来传福音予人，甚至积极想要来传福音，甲罗马所派驻的巡抚以及犹太地的分封的王。使徒行传26章24节到29节的经文记载保罗安尼为着家己在辩护的时，非斯都对伊大声喊：保罗啊，你起讲啊！你的部下，互你来起讲。保罗讲：非如此阁下，我并无起讲。我所讲的话实在是真实阁合理，因为王知这个代志，我才敢大胆对王讲。我相信王对这个代志拢真清楚，因为所发生这个代志，无人毋知。阿基帕王，你有相信先知无？我知你有。阿基帕就对保罗讲：你讲几句话，就要说服我做基督徒无？保罗应讲：无论几句话，还是真济话，我祈求上帝，若是你，连今仔日伫遮所有听我讲话的人，拢会甲我同款。毋过无亲像我，互人用铁连地。保罗安尼积极来传福音，是因为伊的心底有真正的平安。伊不但无惊这个强权，搁真勇敢，因为伊只有惊亏欠上帝尔点。因为伊所领受对上帝来的真平安，互伊无
讲袂使，将这个平安的，甲还未有机会领受救恩的人来做伙分享。诗篇61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求叫，耳耳孔听我的祈祷。我心失志的时，要对地的尽头求叫你，求你带我对这比我较悬的石盘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互我坚固的堡垒，通对抗对敌。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片，若伫你的十股下啊，上帝啊，我所下的愿，你有听见。你有将产业赐予敬畏你的人，你要加添王的惠寿，互伊的年岁到伫世世代代。愿伊伫上帝的面前久长掌权，愿你用慈爱个信息来保护伊。安尼我要不时唱歌称赞你的名，日日写我的愿。感谢主赏赐救恩，并且赏赐属天的真平安。帮助阮度过所拄着的困难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